什麼可隔絕我跟你？不惜一切為要找你。細個返鄉下嘅時候，你嘅長輩有冇帶你去家族嘅祠堂度拜祖先呢？除咗祭祖之外，華人仲有好多信仰習俗，例如喺農曆新年上頭炷香、轉風車或者拜財神之類。問題嚟啦，呢啲傳統嘅習俗你係真係信啦，定係因為祖先做所以你跟住做呢？你知道你信嘅係乜嘢嗎？因為祖先信所以信，反映咗華人對於我哋嘅文化傳統一種代代相傳嘅執着，但係同時亦都反映咗華人重視孝道，因而謹守傳統。其實你又知唔知啊？基督徒嘅聖經當中係有一條孝順父母嘅誡命㗎。基督徒嘅信仰同埋華人傳統一樣，重視孝敬父母。祖先嘅信仰就係我信嘅咩？信耶穌就係離開華人傳統，對祖先不敬？你有冇曾經問過自己，我為什麼要信？愛證浸信會喺3月15號上晝11:3邀請咗彭偉賢牧師嚟到我哋當中主持粵語福音聚會，誠意邀請你嚟尋找答案，解開呢個信耶穌同埋華人傳統信仰嘅迷思。孩子回來吧，今天進入我的愛裡。